道的，免我有影视，但有影无明，有影无到几时，啊咪来等伊开牵这个连接物件，我用即道牵两条线口内面入去，按过来啊，拿这种电牵出来，我靠，嘛这毋是冷气做的物件，所以安那是我买我阿是冷气咯。要说就是我在吃饭还可以改对吧？因为刚才你这20题还要打扫，然后你再改单吧，我来改录。那边有了。那咱们这些过那边有没有在写？重新，没有声音，没，broken bad。Itu yang Satina ya, tak boleh pasal bukan lain Jawa Timur, itu Jawa Barat, tetap tak boleh. Iya betul, sudah coba berapa kali, saya punya mak sampai takut. Dekat bank mana-mana, berapa bank tadi, dia punya kode tak sama. Itu tak selalu tak boleh. Hah? Tak boleh? Tak boleh. Kamu pergi lain tempat dulu, saya di dekat Jawa Barat. Jawa Barat dia. Dia punya bank. Tahu. Kamu mesti Di daerah Jawa Barat. kamu ada itu apa? Ada kamu dari atas senang sih dari mana? Saya tetap ini ada. Masa waktu di video kan? 后了，没看，要不然。
人做咯，爱去人头做咯。如果佢就司機會打死我是，小孩喎，其他人小孩唔真係喎，我愛小孩子。因為我以前我嘛是嗰啲人啲啊，我就睇下我是老嘅，OK，啊司機我係會，我教佢做嘅司機，我是你冇嘅到入嘅時嘅間時嘅，話佢大家講啦，我唔佢拜我3拜我是，我是啲行運嘅講什麼嘢？我以前就話我老婆係教嘅，我想教到主要兩邊都是啦，我老婆叫佢係全力教嘅啦，愛書嘅啦，對，然後我有些。我在地上说，今天不了，今天我是没有不掉，今天都让你儿女这些了，这些是一样好吧？没有，现在很怀疑的就是那边的女人，对吗？如果要把那个店什么放进房间，然后肯定的 office 肯定要不对的嘛。然后其一个，为什么我那个 office 出去那个之前是有灯没？为什么还没有灯？像我之前的灯出来嘞。然后冷气的那个电流不是。我伊同我说话呀，我话呀，你头先我听下就是，我甲你讲我是阿聪的，我听阿聪话，你不该你来挂掉尔，我讲你叫一个爱思维，有通讲话人来说话，人我是你通搞我去哪走？对吗？伊讲嘛，伊这个年纪来，你看你这样，你嘛 OK 就是，咱两个调较正，就是500块，两条米个啊，两条米个250吼，一条250，2条500就是，无恁期刊伫恁内面，这是多少？我听咱这个我就是无规时间我按忙咧，就我听着，伊就讲我下班来你做3件、几件诶，好咧。我讲这个我无讲我爱老师讲你甲我讲伊几十箍，我讲几十，我讲若是你来几十箍，我会另外讲说的了。我下一讲伊就50块才有对，除非老师那200，伊一条53个200是，我家讲咱早些咱来什么说法了？我不点点我就听了，第三个你讲歹听，倒是无好诶。300年我看呢，哇！你别讲歧视哦。对啦，所以讲无好呢。对啦，我所谓话，讲无好，我是这种对民国来的。对咯。对咯。你之前都學嘅講到你講啦，我係講有啲咧你睇下嘛，對，話說嚟嘛，我哋講講啦，我話有啲咩我講，有個安尼嘛，所以講我喺度睇，來 rekening ada. Apa lain rekening? 我唔係講咧，其實我頭先伊我問伊，你講我 A 號即個甲我包辦這頭家，我按照 A 號就錄我，你就是我已經講你做啊，你就我按你條，按照考慮擺咧，2條是會看了500塊。是我這個我家己是了，但我個會知影是我家己了，我是醫生嘛，叫我叫你跟。
特别要听。有啊，我真老钱啦，我真老钱。你说，其实我们买皮啊，是买皮啊，然后是好，我们的心里头买钱啊，买钱啊，要打打这个钱啊，要不然我上面出来，然后你才回过来打问啊。真的晚安。啊，对呀，你无回来。来到啊，伊到后环那些那啥叫啊叫，那伊那说在中国啊哦，以前那时候我人到底了，伊他新到的话都我也不是有一个搞他了，他不然做完年就到城市里面一个人在搞，搞一我没有事，我也跟他讲，啊，跟这个那是有的啊，这不是年纪了，没得另外的什么的，就我那行我们家说话有中国人的一个事情，如果一时节目比较会对不起最多的，我一个最时我们我在吃饭，我唔知我自己廣州嘅，會有回事先先至做嘅嘢，我覺得反正我哋廣州都講嘅，咁我哋下做做咧，做咧我過嚟，我哋喺做做我是某些就是我他是完美的，就是买到是这样子，按你走的，我是他是里面是我爱的里面，所以他就好，然後我打完電話，他嚟講也是是這個我嚟洗臉，他就連幾個人都沒有，因為搞到你那你弄就快死他，弄就他們實在的，我小的過，我剛丟出來，前面找他，然後要什麼人，啊，有他哦，如果在打人家，我按住他，我打住他，因為小唔少個人啊，那他說他那快。大概做咧，喺呢個咩咧，所以有我家我家我本身是因為我碰到第一，即下叫嘛第一，即下是唔少學嘅，但係你增加了會嘅，你正式是會卡，那上面有經濟卡，啊，有人扣嘅。哎，我說咩呢？北一流水，你們一定要搞，你們北一兩點這個。所以呢，就是这个人在做，保证他这个可以能够能够进行不是的，所以啊，呀啊，
可是他急用嘛，他属于气势嘛，就这平衡性那头脑转一下。我因为他已经没有证件了，你再搞这他可以还是可以。另外他以前还是可以转很多个地方，因为他直接转太多互补出来了，因为他是妈咪病啊。我是计算，我唔是计算乜嘢喎。啊，咁啦，伊更加伊更靠嘢吧。我唔知呢個事。啊，伊拍出嚟咁嘅經驗啊，我真係講得唔掂。所以呢個咁樣我覺得。因為係打咗媽媽追嘢啦，係嘛？咁啊，繼續咁樣嘅時候啊，叫我哋咁樣樣。你这人放一边呀，不是日常日的，就是其他的不用去联系我，就有空才会这样。来，来，这样子玩。过来过来，好呀。喂。
要多多少东西的以为，所以给他算两句话就没有那个。昨天我的长辈是，我的上学就是说有那个，查到是那个是，是打工的。masih sampai seperti Tuhan. Alaki isi dari alaki coming back. 因为我们不做了，我也算了，然后我下午因为后来就讲，我只要2盏LED啊，不要一个，不是我不知道谈什么东西，不知道对什么东西，我知道他在我讲的，我明白，就是这个不是我要的东西来的，可是讲外面这些没有这些也不是的，就是这里有这样12跟他们移出去卖，而不是。在我的店里的，我自己都有店的。我在这里住了4年了，为什么没有店呢？有店的是我要我的就是来要把店移出去，然后这个位置是我这边可以。所以我们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出来？阿公有讲他要。你还在找啊？你也在找说可能是他自己的错，由他来跟他跟你说，要你的事情他跟你说的，怎么样做的事，是阿公啊跟你说，然后阿公对你说的做的事，过期，这里还有一个真的啊，过期烟啊，过期烟啊，对，啊过期烟啊。因为这里是我叫做的2盏LED的，是红杉标型的，然后的那个红杉是由从这里中间这里移出去外面的，可是红杉已经有它的那个 block 在那边的，然后有光的然后这2盏呢原本也是有的，是在这边我要出去卖了，所以它回来对。
王爷新年。过我们教育有讲的，他是我教育的，就是他们那边他们的专业是有变掉了，就讲。拜拜个爱心。